有着财政部上届新的性别统计年报，2022年男性平均一个人的所得是752000块，然后女性平均的所得是47万，差1.6倍，是这11年来上届最低。然后妇女团体是希望讲政府会当有更加积极的政策甲措施，会当有公开透明的制度，互查甫拢会当平悬平大。为着生活，不管查甫拢伫工课场拍拼在做工课，都是为了逐个月的薪水。但查甫共工无共收的现象，缩减嘛是低的。根据财政部上新的性别统计年报，2022年的男性平均逐个人的所得是752538块，女性平均所得是470569块，两个差1.6倍，是创11年来的新高。其中这篇业务的所得包括律师、建筑师、医师等等，男性人均是21.2万，女性是11.4万，差1.87倍，是比前一年较侪。应该还是男性的薪资会比较高吧？资讯业啦，对，那很明显。看什么样的职场啦？我之前大概都是在医院，护理师的一些薪资，我觉得其实都反而在提升。大多数的查某民众都有感觉，有人认为讲爱看职业的类别，有专家认为讲查某薪水差变大，和这个高薪产业内面男女都工比例差相当有关系。无论在白领的高薪工作或蓝领的这个技术工作比较高薪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个男女比例比较失衡的情况下，也造就所谓的这个男性的一个薪资会高于这个女性。因为多数的台湾女性她可能会被预设，她必须要负担家庭的照顾。国外其实他们透过了一些家庭工作平衡的制度，来让就是雇主不会那么容易的去预设女性她在投入劳动上面一定跟她的工作是有所冲突的。过去几年也不断的在呼吁说，台湾应该要仿效欧洲这样子的薪资透明化的制度。妇女团体是期待政府会当更加积极来推动公共照顾资源，而且研议薪资透明化相关政策和措施，减少女性在工课场升职的时阵拄到无公平的待遇。记者综合报道。